迎收睇《講樓講市》，我係劉影。傳統農曆新年淡季之後啦，銀行密鑼緊鼓部署新一年嘅業務。咁加上財政預算案之後，發展商大舉出貨，樓按市場預計有啲咩變化呢？今日請嚟星之谷按揭轉介行政總裁莊錦輝同大家傾下。Raymond 你好 ，Kenny 係啦。咁討論樓市樓按相關嘅問題之前啦，其實都想跟進下外圍嘅局勢，因為都即係對港樓有造成一定嘅影響㗎嘛。因為最近呢，即係伊朗其實嗰個軍事行動，大家都好關心，就係會唔會帶嚟全球一個經濟危機咧？咁過去一個星期咧，都見到其實全球特別係亞太嘅股市都受到好嚴重嘅沽壓啦。咁其實經濟啊、股啊、樓啊，其實都密不可分㗎嘛。咁最終喺地產市場會唔會都受到一定程度嘅威脅咧？其實咧，如果睇翻歷史咧，外圍嗰個政治局勢咧，對於香港嘅樓市咧個影響咧就唔係好大嘅。咁啊，通常咧香港嘅樓市咧都係用息口走勢去主導嘅。咁而家暫時嚟講咧，市場咧都冇預計咧，因為咧有呢一個打仗咧，咁令到咧聯儲局咧嗰個減息嗰個步伐咧會放慢。咁啊，暫時都未見到有個咁嘅共識喺度。咁所以咧，我估咧係暫時嚟講咧嗰個影響都係好輕微。咁其實引發金融危機嘅震盪啦，咁未必好快咁樣直接影響成個樓市噶嘛。咁但係而家有個情況就係，即係發展商即係喺預算案之後就密鑼緊鼓咁樣推盤啦。咁見到好多大盤啊、單支樓都推晒出嚟嘅。咁準買家其實即係見到咁多選擇之下，係咪都有條件揀下？即係如果準備入市嘅人都係咪唔需要咁心急咧？其實我覺得都係嘅。咁啊，如果咧你買樓係因為自住咧，咁我覺得而家入市咧都合理嘅，因為而家咧就係嗰個供樓開始係平過租樓。咁但係如果咧你係買樓去投資嘅話咧，咁你就未必係需要係去追價，因為雖然話供樓係平過租樓，咁但係咧佢哋嗰個 gap 咧就唔係咁明顯。因為我哋睇翻咧過往咧香港嘅樓市咧，佢樓市嗰個升得最好嗰段時間咧，其實咧供樓同租樓之間嗰個 gap 咧係好明顯嘅，亦都會出現一種係叫做所謂負利率嘅情況。咁暫時都未出現呢啲情況。咁所以咧，但係無論你係買樓係自住又好啦，投資又好啦，由於近期咧真係嗰個市道咧好暢旺，咁所以咧都應該會係出現一啲譬如業主反價封盤嘅情況。咁但係咧就我建議咧就唔好盲目去追價，都要睇翻嗰個銀行嗰個股價。因為我哋好多 case 咧，就因為佢買入嗰個價咧係高過銀行股價超過10%咧，咁都有機會銀行咧係因為估唔足價咧，就影響嗰個按揭成數嘅。尤其咧，如果你係做一啲高成數按揭啦，銀行要估按保要估咧，咁如果你嗰個偏離得太遠咧，咁啊嗰個風險咪又喺度嘅。咁落翻去樓按市場啦，咁睇翻即係以往嘅一啲成績嚟講啦，咁年初嗰個按揭市場一向都比較低迷少少噶嘛，咁但係咧喺今年咧見到個數字上面咧就有進步嘅情況出現，咁強勁嘅升幅咧就有機會係基於上一年嘅第四季，即係樓市就嗰個交投相對暢旺一啲，因為通常買樓之後咧60至90%成交，咁就啱啱好就 touch 到即係近期呢一個時間就多人上會啦。咁其實呢一個強勁需求背後，即係仲有冇啲咩原因支撐？其實咧傳統嚟講咧，正如你頭先所講咧，就係第四季同埋第一季通常就係淡，2、3季咧就係旺嘅。咁啊過去咗幾年咧，其實就因為經濟嘅原因咧，咁所以其實佢啲人都冇乜買樓，咁就積壓咗好大個剛需喺嗰度。咁所以你見你舊年開始釋放翻出嚟咧，咁你見到舊年咧佢嗰個全年嘅成交咧，無論一手二手加埋咧，都係4、5年嘅新高嚟嘅。咁由第四季嗰陣時開始係更加明顯。咁我估計咧今年咧嗰個交投咧都係會比起舊年咧係會係有所改善，同埋過去嗰幾年都係。咁即係申請按揭人多咗，即係正面反映其實個成交量都多咗啦。咁喺按保方面嗰個數字咧，有冇話有啲咩變化？同埋即係喺而家嗰個經濟環境或者而家嗰個樓市方面，即係建唔建議買家即係借取咁高嘅按揭成數？因為而家其實金管局都即係放寬咗啲按揭成數，或者係好多優惠。咁建唔建議買家借到咁盡去供樓咧？其實咧，我哋見到咧，就係你頭先講下按保個數字咧，其實係回落咗落嚟嘅。因為我哋見到咧，就係呢一年咧，由於嗰個樓市咧都跌咗咁多啦，咁係做翻到8成9成咧，比以往係少咗嘅。咁啊，至於咧，其實應該係要借個成數係幾多咧，就視乎翻自己嗰個需要同埋嗰個首期嘅能力啦。咁我覺得咧，香港嚟講咧，由於個按揭咧，你始終咧就係你嗰個每月嘅供款係唔可以超過入息嘅一半。
咁所以咧，基本上咧上得會銀行批得俾你咧，大部分嘅業主咧都係供樓都唔會有啲咩問題。咁所以亦都係因為咁樣，香港嗰個按揭嘅拖欠比率係接近零，就係咁原因。咁而最終係借唔借得盡嗰個咧，就要視乎你自己個需要同埋你嗰個首期嘅能力啦。咁有一個幾 interesting 嘅數字都想即係大家討論一下，因為啱啱咧信貸資料庫就出咗一份嘅報告啦。咁佢個研究顯示咧 Gen Z 同埋嬰兒潮世代咧，咁新增嗰個按揭貸款宗數分別咧按年就升咗1.6%同埋5.7%嘅。咁另外兩個組別啦，千禧世代同埋 Gen X 咧就分別按年下跌喎，就有5.9%同埋1.4%。咁就年輕一輩同埋年長嘅一輩，咁就增加咗，咁就反而中間夾生即係中間嗰個位咧，就嗰個冇咁想買樓，個意欲冇咁大，即係點解會有呢一個情況出現咧？嗱，Gen Z 咧，佢哋通常係由97年開始計算啦，咁而家應該係大概係29歲啦，即係最大嗰個。咁啊，其實佢哋都去到一個置業嘅年齡啦，咁所以慢慢局部咧，佢哋都係開始去到置業年齡，都開始買樓咧。咁呢個都係預料之內嘅，咁所以佢哋嗰個比例就會高啲。咁至於係baby boomer 啦，佢哋應該一般係60歲至70歲呢個階層。咁我覺得咧係因為嗰個居屋，因為嚟緊咧就今年咧都有一啲居屋嘅入伙，咁好多時咧呢啲居屋嗰個業主啊，或者係嗰個借款人咧都係一啲長者咁樣，咁所以就谷起咗個數字。咁亦都有一部分咧，呢啲 baby boomer 咧可能係要擔保佢哋下一代咧，即係 Gen Z 啦去買樓。咁啊變咗，如果佢係借款人啦或者擔保人咧，嗰個按揭數字都可能會計埋落去嗰度。咁至於中間嗰個咧就千禧世代咧，即係 millennial 即係傳統嘅80後、90後啦。其實佢哋都已經過咗個置業年齡，係都組織咗家庭㗎啦，好多都。咁係要買嗰啲咧，都可能都已經買咗。咁亦都可能喺高位嗰陣時咧就入咗市咁。咁而家咧都未有一個打算去繼續入市買第二間啊或者第三間咁。咁所以就變咗佢哋個數字咧就下跌咗。咁而家入市嘅人大部分都係因為自住有剛需啦。咁雖然話即係自住唔怕，但係其實都幾擔心會接到火棒嘅，因為都想關注一下即係之前其實高峰期入市嘅買家啦。咁喺前幾年其實有機會就係要抬差價上會呢一個狀況。咁其實而家去到樓市有所好轉啦，即係個樓價升翻少少啦。咁呢個情況有冇改善咧？同埋仲有冇出現一個即係上唔到會嘅情況或者估價不足？係喺舊年嗰陣時咧，係試過有一啲個別嘅新盤咧，由於係估唔到價，咁就變咗咧佢係形成咗一班苦主，即係唔知點算咁樣。咁但係好彩咧，嗰陣時咧就政府咧就出咗個 policy 啦，就係可以俾銀行咧自行去借80%，咁啊自己自行調整嗰個利息。咁而嗰陣時銀行咧有好多銀行咧就開始就對嗰啲盤咧可以個估價比較精取啲，咁啊令到咧嗰啲即係所謂苦主啦，最終都可以上到盤。咁同埋仲有咧就係嗰陣時咧一啲市場上嘅私營按保，咁亦都係比較有彈性咁去估價，咁啊可以將一部分嘅苦主咧就去指定嘅銀行咧上到會。咁基本上咧其實而家呢個問題咧都解決得9、10，咁算係圓滿落幕㗎啦都。咁啊而家咧就新嗰啲一手盤又好，二手盤又好咧，咁都冇聽聞有啲係因為係估唔足價咁啊上唔到會。咁啊暫時咧個情況都 OK 嘅。咁而家市場上面咧都仲有唔少嘅變數啦，無論係樓價走勢啊、外圍嘅局勢啊、嚟緊嘅息口變化，甚至係拆息，其實都好難捉摸嘅。咁而家其實睇緊如果同供樓相關嘅一個預測息，要跌到去2厘以下，嗰個實際供奉息率先至有機會跌穿呢個嗰個封頂息率。咁其實今年睇翻嗰個拆息方面咧，其實大部分時間都係企穩喺2厘以上嘅。咁嚟緊有冇機會可以跌穿到即係呢個封頂息率，令到可以供款會舒服啲，或者係即係睇緊啲咩因素咧？因為個拆息咧都係浮動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咧佢會唔會跌穿咧，咁啊絕對有機會。咁舊年亦都試過啦。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長遠咧，因為聯繫匯率啦，香港嗰個 HIBOR 咧都係要同美國嘅聯儲局嘅利息咧係掛鈎嘅。咁而家市場都預期咧，其實聯儲局嗰邊就算減息咧，都可能係減到去3厘，大概係3厘左右咧就已經係遠。咁所以變咗香港嘅 HIBOR咧，長遠咧都係要喺2至3厘之間徘徊。咁如果你話佢係跌穿1厘，令到佢嗰個係封頂利低過封頂利率咧，唔係唔得。咁但係咧佢
未必係可以長時間企穩喺嗰度，咁好快可能佢又要上翻去，好似舊年嗰個情況咁樣。咁所以咧，我預計咧，其實咧未來2年咧，其實如果新做按揭咧，供樓利率咧都係會維持喺3.25%啊呢啲水平。咁如果咧真係業主真係想有一啲減息嘅效果嘅話咧，咁可能咧就要去轉為一啲定息嘅按揭，因為而家定息咧係做緊2.73厘，雖然係頭嗰幾年，咁但係咧佢都相比傳統嘅 H 按咧都係平咗半厘嘅。咁喺拆息其實越嚟越難估之下，即係好似冇乜呢個嘅定向㗎嘛。咁我哋揀定息，其實大家都想知係銀行嘅另類搶生意嘅一個策略啊，定係我真係作為準買家，我用嘅時候係真係會贏咧？因為都有機會即係你要對到嚟緊嗰個息口會唔會有變化？即係我揀咗定息係咪真係有着數？咁參考翻過往，其實輸贏嗰個比例係點咧？其實咧都多係情況係贏嘅。例如好似係2022年嗰陣時咧，試過嗰個定息係2.75，咁啊，但係之後咧嗰個 H 按嗰個利息咧就上到去3厘幾嘅。咁如果再遠啲啦，2018年嗰啲2018、2019咁樣，咁嗰陣時銀行咧就做一啲定息計劃咧，就1.6厘。咁嗰陣時 H 加1.28嘅添 H 按係，咁嗰陣時 HIBOR 係0點幾嘅啫都係。咁但係推出呢啲計劃之後咧，冇幾耐咧，咁就 HIBOR 開始都上，由0點幾厘開始慢慢都上到去成2厘咁樣。咁所以呢啲喺呢個情況裏面咧，咁啊做定息嗰個係贏。不過有陣時咧定息係只可以定1年，咁啊而家咧定息可以定2至3年。咁啊好多時咧，我覺得大銀行都會計錯數嘅。咁幾年前仲有一樣嘢係特別受歡迎嘅，就係轉按呢一個行動，因為轉按又會可以賺到一啲嘅回贈。咁但係見到而家回贈越嚟越少之下，即係有啲咩因素或者回贈升翻上幾多先至可以即係重啟翻呢個轉按大行動咧？其實我覺得係要視乎你係幾時買樓。如果你係2年前買樓咧，你應該都係供緊3.25厘，咁同而家 H 按嘅3.25厘一樣。咁你可以考慮係可以轉按嘅，因為咧而家嗰個現金回贈咧都升到翻上去1%嘅啦，好多中小行都。咁即係你500萬嘅貸款額咧，你都有5萬蚊嘅現金回贈落袋，都有一定嘅吸引力喺度嘅。又或者咧，你可能咧係如果係2年前買樓供緊3.25咧，你可以轉翻去做定息，咁啊頭嗰幾年係供2.73厘，咁你都平咗半厘。咁啊，但係現金回贈相對就會少啲嘅。咁但係如果你係3年前或者再之前買樓咧，咁你嗰陣時應該係供緊2.75厘。咁如果而家咧就轉按就冇咩着數啦，因為你如果你轉翻 H 按咧供3.25厘咧，咁就供貴咗啦。咁如果你轉翻定息，雖然係相同，咁但係咧定息期完咗之後咧，你又係要供翻3.25厘，即係長遠你都係會供貴咗。咁所以嗰班業主咧就冇咩誘因要去依刻要去轉按。咁所以我覺得其實轉按今年咧會好過舊年，但係亦都唔會好好多，因為佢只係可以針對於喺2年前買樓嗰啲人先有嗰個轉按嘅誘因喺度。即係除非銀行咧，如果要係重啟呢個轉按，做多啲呢方面嘅生意，佢要將嗰個 H 按嗰個封頂利率要減半厘，咁令到咧3、4年前買樓咧都係可以相同利息去轉按賺個回贈，咁就有條數可以圍下。咁但係咧就除非咧，我覺得除非 HIBOR 係大跌啦，跌到去1.95之下，即係厘幾咁樣，咁令到咧 H 按嘅利率咧係低過封頂位好多，咁銀行先會減嗰個封頂利率。如果唔係嘅話咧，咁都係應該銀行都唔會減個封頂利率嘅。最緊要就係計好條數啦。咁目前最左右宏觀環境嘅話咧，始終都係外圍嗰個經濟局勢啦，同埋大家咧都要密切留意住嚟緊嗰個狀況係點。先同 Raymond 傾住咁多先。休息翻嚟咧，會講下金管局上個月新推出嘅置業付系統，物業交易透過電子支付服務，點樣便利到買賣雙方呢？轉頭見。